要對講過之後，持續收聽當主新聞，一連串的新聞焦點，請你看到，突然新做到苗栗係北部客家大本章，條外就這本看作係南洋票倉，對兩位將近260萬票當中，南陸嘅比例亦只會至6:4。不過，2024年每日仍是將選舉送往差唔多100萬的票，仍有2股意識。民進黨嘅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即起係土重苗嘅客家莊擺票，而叫穩定過半。朱立倫最近係檢討一方，強調離會選前之外，也希望貼票而多轉來。不過，宋楚瑜付出係持權者，其客家市政府佢安排入本體南洋客家票，所以土重苗嘅客家選票很強，仲係200總統大選數量嘅關鍵。降批就一港橋，不降批就不好小。238天磨過一遍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喺度內做受到熱情嘅歡迎，以客莊嘅細節每一種隨手用客話講演。講白客話，聽作骨架語言，客話。就算多啲下位置，大家係看好蔡英文為當選，對參選多啲下，其實土重苗客家莊超過40萬。唔單止係要開發來剔頭選舉嘅選票，更加希望打崩全國客莊嘅選情。民進黨同總統立委做下的穩定過半。雖然它是穩的，但是你看到目前為止民調都45左右。對，你要過半總統，你的正當性會比較夠了。好 ，OK。那這次把桃竹苗當作一個關鍵，也就是上去年的選舉，縣市長已經到了大安溪了嘛。好，這個台中市的這部分嘛，他現在要北伐的部分，那這個桃園已經有了，就是竹跟苗要如何來突破的部分嘛。從其觀察客家政治嘅知情媒體人何來梅分析，同客家北南6嘅基本盤下，卡配客家北鄉人口嘅北部地區客家票源更加重要，所以蔡英文同土竹苗嚟到蔬菜嘅得票，恐怕是會關係到未來6經濟版圖嘅變化。今日我認為蔡英文喺到客家莊北部客家莊哦，佢保持到阿邊啊！嗬，用前空新年的35%吧，蔡英文就一定贏。喺假使破市場嘅話，蔡英文就太贏。喺假使講過半，就國民黨就潰敗。2016年一定會有到斬獲，有講很勤快到客家莊耕耘哈。看2020年以後哈，藍綠的那個交叉點哈做形成嘛。來看土重苗地區頭擺大選，對2014年到2022年，無論民當選南6大約做下係6:4，恐怕年南洋更加話切上。但是2024年就合意選舉，南6強強嘅打拼，可能未注意到客家貼票流失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一參時間未直接去客莊。朱立倫過去做桃園嘅縣長，同今不僅做新北市市長，最重視愛的客家嘅文化。也推動佢哋客家精神。朱立倫希望客家貼票是回流，但是學者龔明紹認為，就算南洋盲風起大選，但是大環境對國民黨唔好，為頭擺支持嘅人還係支持。朱立倫來提出更加超前嘅客家論述。在操盤手理解，應用的合作，因為客家莊嘅一個願景，都有台灣的生命共同體地位被理解。用客家人士都講，係咩其中嘅主角。不過第3系列宋慈培係清太變數，因此宋楚瑜慎重認為客家經濟嘅以後，國家持險人本來是抗人，怕會搶到南洋嘅客家票源。因為宋楚瑜到客家票今年有可能拿到5到10%，朱立倫啊同蔡英文可能打平樣嘅，客家票有可能打平，甚至有可能講蔡英文會稍微贏一啲嘅朱立倫。無論係6隻希望過半，南洋來保護全民票倉，還係第3系列嘅生存空間，土重苗地區嘅客家選票突然向選戰，還係大家來搶嘅客家新聞來關注其用準了期間，做下報道。